哎，快！紧迫族的坟墓上要放一个奇特的木制品，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演变成了今天木脑纵歌歌唱上的木脑式洞。据此推理，木脑式洞上面的花纹图案象征紧迫族曲折的送魂路线，也就是祖先迁徙的路线，由此证明木脑纵歌来源于丧葬祭祀。我们紧迫群的这个木脑式洞的这个画的这些图案，很多人呢就说是我们这个紧迫群的这个图案呢是迁徙路线图，实际是通过我长期的这个收藏，从收得到的这个银子的这个刀镶嵌的这个刀壳上，包括说是一些出土上的一些刀和刀柄，都是清晰的可以看见啊。它是用于警示上的啊，这个警示上呢是在燕公的时期啊，各国民族在中原大地使用了这个排兵布阵的阵法啊。人类学家分析了紧迫族的居住习惯。紧迫族人口不多，而且居住分散，常常一个山头只有几户人家，容易造成近亲结婚，基因退化。木脑纵歌这种大范围的聚会，潜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基因的流动，人口繁衍。史料记载，1957年银江志丹山举行的木脑纵歌上，有来自中国和缅甸数百个村寨参加，人数达3500人。用于祭祀牺牲的牛有7头，猪13头，鸡140只。敲木脑的地盘就是这些了。那这个正中间上插着，这个正中间上插，这个你木鸟敲了3次、4次以后才，我们鸡蛋山卡上井有残缺。57年到前7年到我们卡上在那边去敲以后，才到处都敲出来了。真正的这个木脑中登记的就是我们鸡蛋山第一次来查的就在这边。以前是蛮宽的呀，这个现在当我会做小不得。我们鸡蛋山、朦胧啊，那些太平、嘎都、西马，到处都的人都来。安全在庙里，人外、องกัดไปก็พามาจอกอาจังมะนาวตุแม่มาจอกงูนามงแกแม่ตุเนี่ยก็นิ่งบอกอายังมะนาวตุมยังก็อันแทนแล้วก็กรุบยินก็หน้าผู้นาวนิชาสาตุแม่แร่แกสันเนี่ยสมตันก็หน้าสายแล้วก็สีดังรัมมานี่แกก็หน้าสาตุแม่ใจนี้อาจังก่อนแต่มะนาวตุแม่อาเจนท่าสิดาเจคัดสิดาแต่ก็สันชิกอนคัดลาคัดไอ้พวกมีอยู่ก้นตามะก้นแต่ตูนคัดสกอนคัดนะลาคัดไม่ไอ้มาอยู่ตามะตัวไอ้นี่ก็แต่ก็ตูนใจตูนคัดแต่ก็สมโตคัดเรื่องเรางาจอมงาถึงก็จอมเดียมุงแก่ง่ายสิ่งเรียมจะอันเชียมิวแต่เนี่ยแต่ก็ใช่ก็แก่สันเนี่ยเดี๋ยวแก่สันเนี่ยก็น่าไม่ชาเจ通过电没叫菜做卖，我还是做梦，再过来噻。木脑式洞柱分雌雄，雄柱上端画有太阳，雌柱上端是月亮。紧迫人认为，这表示阴阳结合，衍生万物。如果只有阳没有阴，那么这人世间就不存在，是吧？或许应当说这是一个图腾崇拜，也可以这么说，是吧？图腾崇拜，因为有了这个阴才有阳，那么有这个才有人类，才繁衍了万事万物，这个呢才是这个正确的。那么
即使在这最神圣的木脑石洞就立起来的时候，它也立不了，还是阴和阳。再看看木脑石洞上这些图案：粟米、高粱、稻米，籽粒众多，牲畜兴旺，一切都传达着生命繁衍的信息，透露着古代锦坡人对种族兴盛的愿望。而在战争频繁的古代社会，人口多寡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死亡。植物、动物呢在下面，五谷六畜呢在那个横排上了嘛，是吧？那上面呢是一些植物的花纹，那么也就是动植物都有了，太阳神有了，是吧？那么它是一个综合体，也是可以说反映顶波族的这个爱好、信仰、向往这个性气这一种综合的一个综合体吧。小小的木脑石洞，但是呢，它综合了顶波族的方方面面。木脑纵歌开始前，人们都要举行一个奇特的仪式，祭祀的对象是犀鸟头、孔雀羽毛制作的头冠。锦坡族的传说中，鸟类举办木脑纵歌时，不同的鸟担任不同的职务，犀鸟是主持者，孔雀担任策划，庭让介色鸟担任领舞。听上去像个神话，却在今天的木脑纵歌中找到了证据。今天，木脑纵歌中担任不同职务、不同角色的人，要穿不同鸟图案的服饰。锦坡族的创世史诗中，木脑纵歌是从太阳宫那里学来的。传说呢，最早的时候人类不会跳木脑，只有天上太阳宫里面才有木脑。后来太阳王邀请地球上的生灵去跳木脑，人类没有翅膀，只有鸟有翅膀，去太阳宫里面参加木脑。结果在太阳宫里学会了木脑以后，回来在路上在一棵大青树上呢，他们跳起了木脑。后来被锦坡的祖先看见了，就把鸟类的木脑带到了锦坡先民当中，从此以后呢，学会跳了木脑。为了纪念那一次第一次这个鸟类木脑，鸟类木脑呢是由这个犀鸟担任大总管，为纪念他了以后呢，这个神职人员的服饰上就要永远配着这个犀鸟呢，就作为神职人员的衣服上的象征图案，也是作为我们锦坡族的这种文化符号。无独有耳，史书记载，少昊部落曾经以鸟鸣代表官职。凤鸟掌管历法，玄鸟掌管祭祀，史称鸟鸣官。古代汉文化中，不同等级的文官，官服上都绣上不同的鸟，比如一品文官为鹤，依次为锦鸡、孔雀、大雁等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鸟崇拜的时代，人们认为鸟是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媒介。无论东西南北，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今天的锦坡族生活中也保留着众多鸟的形象。葬礼中，鸟是必不可少的。奇怪的是，锦坡族是西北氐羌部落的后裔。古代氐羌部落居住在甘肃青海一带，属于温带地区，而犀鸟、孔雀则是热带地区的鸟。有人认为，
这正是说明景颇族的祖先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鸟崇拜的时代。后来，景颇族辗转迁徙来到了热带地区，又将神话的主角变成了热带的孔雀和犀鸟。有人认为，要了解木脑纵歌的含义，更应该从木脑纵歌的整个过程中去寻找。木脑纵歌的整个过程都与太阳、月亮有关。比如列车就跑运帮没有做不，比如列车趟买，不也那么嘞，个空间落个，不也的土道路也，门干比如这我呢，中车路也样嘞，不嘞落嘞，คน讲那么我个人，民嘞不什么做比不么做。不也那么个样那个了哈，也个种多么做，不也那么做嘞，可以，门干比如这里老么个，不也那么做那个，比如我这，做，比如这样我讲个，不也那么这样对不对？你去那个不，那个不比讲些看过那个嘞。也有学者认为，木脑纵歌的整个过程都与祈雨有关。木脑纵歌仪式之前，董萨要首先请雷神。许多民族都认为，雷神负责降雨。在做文邦还没有呗，我拿果然我的。南巴的罗木古张拉那个毛那的毛那公公毛那的是古比了红咖喱木咖喱木脑中国的嘞木脑咖喱别的嘞木的叫嘞我开始做木咖好讲的搞了长长的Malat morning to one morning ka langoy sirit at yellow ka ratning o ka sumya mayam ka jonang tung wa khu lai jora ka jin thong 举办木脑纵歌的前夜，董萨念祭词时，要在祭台上放置盛水的竹筒。董萨和其他的神职人员围绕木脑纵歌场进行分场仪式，洒水的行为始终伴随着董萨。举行木脑纵歌的早上，要有牛来做牺牲。杀牛祭祀是景颇族祭典中的最高规格。木脑纵歌开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仪式。景颇族德高望重的长者要把犀鸟头、孔雀羽毛制作的头冠授予领舞者。领舞者叫脑双、脑八。担任领舞的人必须对舞蹈有悟性，并且品德高尚，仪表威严。为脑双授冠。
上海经记载，轩辕皇帝的曾孙曾经设祭坛祈雨，掌管祭祀的人必须装扮成彩鸟。祈雨说法认为，古代以鸟为图腾的锦颇部落常常举行大规模的抗旱祈雨仪式。古今同俗，木脑纵歌的领舞者也要将自己装扮成彩鸟。祈雨的说法还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大鼓是对雷霆的模拟。今天抖动的扇子，过去是用树枝，都是对风声雨声的模拟。女人们肩膀上的银炮的响声，代表刮风下雨的声音。竹筒表示承接雨水，一切都表明木脑纵歌与祈雨有关。据史料记载，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了用舞蹈来祈雨的活动。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鱼，鱼字就是古代祈雨的一种舞蹈。有人质疑，锦颇族居住的地方属于湿润气候，用不着举行祈雨活动。锦颇族的解释是，他们的祖先来自干旱的中原地区，祈雨仪式是古老的传统。在我们这个木脑斋瓦里面，它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我们的祖先呢，最早是在一个很大的平原，是长着这个小米、长着米的地方，这个米呢，实际上是小米。现在长在这个北方陕西河北、河南这一带的这个小米。祈雨的说法还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在木脑是中国革命，那个木家，我那木高那我那个个山木家木阿买，光木家木阿买，那不然那这个个春木几我木家，那个个空木松个的看，我那大苦多那这个生活木家，แต่นี่อันเทมันเอาตุ่มยังกามันนอดในแล้วก็มากาก็แต่อามิวมันสุ่มเพะอยู่นะเหนาช่องเหนาปานี่แต่จะบางแต่เหนาร้านแต่ก็กาจอมกามันนอดในเร่奇怪的是，为什么锦颇族要按蕨类植物的形状来跳舞呢？木脑石洞上的蕨芽纹和回形纹，古代称云纹和雷纹。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可以互变，合起来称为云雷纹。易经将云雷纹的含义解释为行云下雨。云雷纹曾经大量的出现在中国各个时代出土的器皿之上。云雷纹最早出现在4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抗旱求雨时，人们与上天进行对话，云雷纹充当了求雨的象征。汉代以后，云雷纹慢慢消失了，而锦颇族在今天还在大量的使用云雷纹。锦颇文化为什么与先秦时期的文化如此相似？锦颇族仍然按照云雷纹的图案线路来跳舞，
不仅让人联想起锦坡先民在干旱的西北大地万众一心、不畏艰难的悲壮场面。其实历史上锦坡族跳的木闹有很多种，一种是专门祭木呆神的，叫做占木闹；一种是祈求五谷丰登的这个石木闹；一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动员的这个德鲁木闹；一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不当木闹。那么到了今天呢，这些所有的木闹呢，都汇集成了一种欢庆的盛会，变成了全民族的一个节日是这民族繁荣昌盛的一个象征吧。透过木闹颂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远古人类文明的影子，感受到悠长久远、丰富多样的锦坡文化。有人说，读懂了木闹颂歌，就读懂了锦坡族。好吃点，好吃你就多吃点，好吃点，片片杏仁看得见。好吃点，好吃你就多吃点。达利园优鲜乳，香浓挡不住。达利园优鲜乳，纯净100%，爱100%。雅士利源自新西兰纯净奶源，4大保障全面呵护，纯净新西兰真爱雅士利。感冒后发烧、头痛用太极散列通，强力止痛，快速退烧。太极散列通。太极集团。你没有说话，我却听到了幸福的声音。有你的温暖，感冒也是幸福的。999感冒灵。感冒快走，快乐回来。39小儿感冒药。小金爸妈脑白金，小金爸妈脑白金，小金爸妈脑白金。补血不活血等于补淤血，补活血用驴胶9支糖驴胶补血颗粒，补血强身传家宝，一品驴胶9支糖。脚气、出汗性脚气用9支糖足光散，感冒流感让快克出击，快克品牌快。达利园花生牛奶，香浓好味道。达利园花生牛奶，花生加牛奶，营养1+1。达利园花生牛奶。快乐每一刻，我的可比克。中国梦是责任付出，中国梦是蓝色憧憬，中国梦梦之满。携手云南卫视祝福美丽中国。感冒好了就可以出去玩了。39小儿感冒药，缓解儿童感冒各种症状。39小儿感冒药，999感冒灵，暖暖的，很贴心。太极极支糖浆，消炎止咳快。咳嗽请用极支糖浆。太极集团。小金爸妈脑白金，小金爸妈脑白金，小金爸妈脑白金。感冒流感让快克出击，快克品牌快。好吃点，好吃你就多吃点，好吃点，片片杏仁看得见。好吃点，好吃你就多吃点。
达利园优鲜乳，香浓挡不住。达利园优鲜乳。比来比去，还是去国美。三洋42寸超薄 LED 补贴价2499元，红基15寸触控笔记本3499元，大牌低价贺新春。被信任是一种快乐。九芝堂驴胶补血颗粒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感冒后发烧、头痛，用太极散列通，强力止痛，快速退烧。太极散列通。太极集团。金嗓子集团向全国人民拜年。广西金嗓子。成就凉茶领袖，打造将官精英。本节目由加多宝凉茶独家冠名播出。太极极之糖浆，消炎止咳快。咳嗽请用极之糖浆。太极集团。纯净100%，爱100%。雅士利源自新西兰纯净奶源，4大保障全面呵护。纯净新西兰，真爱雅士利。叱咤风云的敌后便衣队，活跃在日寇横行的淮北大地，成叛徒、杀日伪、保家园，悬疑与敌战的精彩演绎，智慧与胆识的双雄博弈，再现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一群无名英雄的感人传奇。敌后便衣队传奇，云南卫视浪漫剧场正在播出。在中国西南边陲，横断山脉南麓，一条红色的河——红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淌，孕育了这里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这里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这里原始森林密布，一年四季蜂蝶飞舞，花果飘香。这是一块被厚重的古老文化和灿烂的近代文明浸润过的土地。千年的马帮将中原文明驮到了这里，使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在此交融。100年的滇越铁路把西方文明带到这里，使东西方文化在此碰撞积淀。中华名小吃云南过桥米线发源地蒙自市是红河州州府驻地。享誉世界的西都个酒是云南工业文明的摇篮。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建水县素有滇南邹鲁的美称。与佛同名的弥勒县是云南省优秀旅游城市。世界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是云南第1个国家湿地公园。雄奇俊美的梯田自然风光与璀璨夺目的民族传统文化交相辉映，
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动画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哈尼、彝、苗、傣、壮等11个世居民族，都有着各自的语言、服饰和传统文化。如今的红河高等级公路4通8达，星级酒店遍布全州，美食特产琳琅满目，自然风光美不胜收。一个集观光、度假、康体、休闲、养生为一体的旅游胜地，正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国内外宾客的到来。小金爸妈闹白金，小金爸妈闹白金，小金爸妈闹白金。感冒后发烧、头痛用太极散列通，强力止痛，快速退烧。太极散列通。太极集团脚气、出汗性脚气用9支糖足光散。牙松、牙齿松动、牙出血，请服补肾固齿丸。脚气、出汗性脚气用9支糖足光散。云南有大美，云南省旅游城市，景区景点风光欣赏。向南亚第1市。欲为静者，心意绵长。玉溪，一座让你有无限遐想的城市。好在玉溪。回丽江吧。与春同住，美在春城。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几代人深深向往。看荆州再次举世瞩目，中国瑞丽，世界最美湿地，大山包温泉养生天堂，西部大峡谷，山青玉，茶沉香，人端雅，情庄严，风积淀，道传承，妙曼普洱养生天堂。小金爸妈闹白金，小金爸妈闹白金，小金爸妈闹白金。太极极之糖浆，消炎止咳快。咳嗽请用极之糖浆。太极集团。已经跑！这是一声明日的召唤，这是一张记忆的封面，这是一次青春的蜕变，
南卫视武警警官学院倾力打造加多宝凉茶士兵突击第2季，即将出击，敬请期待。成就凉茶领袖，打造将官精英。本节目由加多宝凉茶独家冠名播出。达利园花生牛奶，香浓好味道。达利园花生牛奶，花生加牛奶，营养1+1。达利园花生牛奶。快乐每一刻，我的可比克。以沈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令分明，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形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什么人？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包里什么东西？吃的东西。打开看看。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1号地区，1号正常。2号地区，2号地区请回答。2号地区，2号地区，2号地区。2号地区正常，2号地区正常。3号地区，3号地区正常。4号地区，4号地区正常。5号地区，5号地区正常。把我好戏背上，跟我走。去哪儿？你的话很多。好。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好。3号，我是2号，
西夹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3号，我是2号，西夹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你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我？怎么，不明白？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2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啊？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2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你要告诉杜马？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1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即使我不杀你，你也会在5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好，我，你可以再想想。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好。跟我来。进来。哦，老张，是小英啊。来。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想到多年以来
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是啊，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老张，我支持你。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沿江路沙场？对。但愿不会太晚。严大哥，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这是什么呀？引爆线。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什么？你在1号地区安放了炸弹？跟我来。啊。会用起爆器吗？会。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2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西塔呼叫2号，便引爆炸弹。我能相信你吗？放心吧，我别无选择。咱们走。好。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1号地区，狼窝1号地区正常；2号地区，2号地区正常；3号地区，3号地区，听到了吗？3号地区正常。4号地区，4号地区正常；5号地区，5号地区正常。10分钟后联络。
都警醒点。怎么了？什么？我看在这里，你呀，真是沉不住气。还是严双英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景帝。切，小看人。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啊！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OK，我是狼窝，请各地区报告情况，报告情况。1号地区，狼窝1号地区正常，2号地区，前面步话机2号，一切正常。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是，真是怪了。走，过去看看。4号地区，4号地区正常，5号地区正常，10分钟后联络。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严双英来送死了。啊！有情况。怎么回事？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1号地区的第2车间了。不可能啊！叶双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狼窝，我是1号地区第2车间，有闯入者！狼窝，有闯入者！难道真的是叶双英？狼窝，我是对叶双英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狼窝，有闯入者！1号，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1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狼窝，闯入者已解决。怎么样？解决了。叶双英？除了他，谁还会闯入纱织车间啊？我去看看。1号，
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狼窝，狼窝，收到，收到。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1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启动震动监测器。不是叶守英，西塔呼叫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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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双鹰，是燕双鹰来了。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驴子！李会长，有人闯入1号地区。1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停止射击！停止射击！肯定是燕双鹰来了，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上山子了。一定是5号打来了，徐司机，咱们动手吧。不行，沉住气，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不对呀，会长，这枪声响的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1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1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会长，训导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什么意思？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训导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你马上到1号地区去看看。是。杜老总，你他妈混蛋！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你说什么？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是。这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